Монгол гэж байсан ч юм уу, байгаа ч юм уу, байх ч юм уу гэж баруун нахын ярьдаг, ойлгодог. Баруун нахын ярьдаг, ойлгодог. Шатамагасай нараж хитагэт сашааж өгсөн ражуудаа戏剧就是玩 ，play。 我是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每天在研究一些，脑海里想一些奇怪的事儿，然后把它们一想好就全记下来，再记下来。我们的第一个戏叫《波萨与渔人鸟》。这个戏讲的是波萨和这个渔人鸟叫乌尾，他们两个相遇的故事。比呼伦贝尔呢，fortune，比乌兰特呢，查哈的蒙格了。你的，我今年18岁，我17岁。有，这个戏是我找他来的。请我来的。你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做这个戏吗？因为我长得帅。不是，因为你劲儿大。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帮你做这部戏吗？为什么？因为你能带我吃好吃的。这是你这个人很怪。哪里怪？你的耳朵上有2个洞。我觉得你这人也挺怪的。为什么？因为你有2个下巴。演出开始了，让我们。他们2个相当于都是社会上的另类，因为这个波萨它有一只蓝色和一只绿色的眼睛。然后这只乌尾它是满身脏兮兮，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斑点的这么一只鸟，讲的是他们2个成为了好朋友和发生的一些故事。我是2012年考入的上海戏剧学院舞台设计专业。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梦幻的一个东西，舞台美术，它就是能把你梦想中的场景或者梦里的场景给它造出来，而且是真正演出的时候是有各种各样的人就合作完成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把你这个整个的梦展现在大家面前，其实是属于一个很容易有成就感的事。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跟莫希多，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人生到处是假真情，变幻莫测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
其实我们是这么的做戏的，就先看身边的人谁有什么特殊的技能，我们会举办废物大赛，就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最没用的技能是什么。我们通过把这个技能收集完了之后，把它们串起来，串成一个戏，把这几个好玩的点全都串起来之后，你就会感觉整个戏都很好玩，不管是剧情还是视觉都会观察得到。可能是先没有剧本，有一个大致的故事，大致的一个就等于说就是大纲就行了。 Дуртын цагт өвгөн өнгөн хоёр унтаж байжээ. Тон ядуу болохоор өвгөн нь өдөр бүрнэг замбараа алж үл залган амьдарч байжээ. Хаврын нэгэн чөлмөг тонглог бөгөөд дулаан өдөр өвгөн нь хөдөөгөөр тойрох дурнаграад хөдөөг арч явлаа. Явж байтал гэн төнгөр бөгөөд шуураг шуураад гөрөн орхон болж туурч 把这个好玩的点怎么给它发展壮大，然后发展成从一个枝叶发展成一片森林那种感觉，然后再把这个故事弄得很饱满，然后最后的时候再演出这样的。芒古斯是超级巨大的一个恶魔，一个偶，我们用偶来表现这个芒古斯。维珍，一个小女孩的名字，渺小的小女孩维珍与巨大的芒古斯之间的战斗和一些他们之间的发生的故事。然后现在准备做的最新的这个就是维珍与芒古斯的一部户外蒙古光影偶剧，这是我们要准备的第5个戏剧演出。这个其实是属于很沉浸式，它可能就是这么个距离，就面对面的这种距离，不是那种很远。然后，但是第一次的话，可能还是想在草原上演，在那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在晚霞的映衬下，放着优美的音乐，在草地上有着晚风，旁边放着篝火，把这个故事演给大家看。啊，这种想要这种效果。已经说了3、4年了，要做这个蒙古的这个戏《维珍与芒古斯》。这个演出的话，它要收集的素材和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那些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包括每一个细节，就这个蒙古包的制作的工艺，然后蒙古包里边搭配的装饰的里边的工艺。我们如果做偶的话，这个偶的服装的工艺和样式，这些都每一个步都是很有考究的东西。还有就是音乐也是，所以就是做起来会比较难，所以我不太想就是随随便便的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就拉倒了。之前收集这个故事，我也采访了就是历史老师和蒙语文老师，然后想当时是问的是芒古斯在蒙古的神话故事中代表了什么。其实很多人都对这个民族的东西很有兴趣，都想加入进来，但是我现在就是不想让他们干预的太多，还是想先自己把这个整个的都先弄出来之后，然后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去等于说是巡演。不知道为啥，就感觉对这种的很认真。反正我就是尽量给他能弄得好一点呗。Horkan sara dalge ju hutul hige magdare khoni hazır chin hitsu zam我是呼伦贝尔海拉尔的市区的人，艺考的时候，我复读了2年。为什么复读呢？我当时也是因为玩。我高三的那年，第一次离开家乡，到了大城市北京，到了大城市北京。我们画室在798里边，位置也好，
我跟苏如娜，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我俩哎呦每天就查哪北京哪儿好玩哪儿好玩，一查立马就走，天天不睡觉的玩，把北京当时整个逛了个遍。考试之后一个学校没过，当时就我一狠心，然后就复读了。第2年好好学了一下子，当时是过了一个7个学校，但这7个学校吧没有太好的学校，然后又复读了。然后第2年复读的时候，我来回什么的全都是一色儿，全是海拉尔到北京30多个小时，31个小时，当时全一色儿硬座。就是走，因为没脸买卧铺，没脸坐飞机嘛。当时，然后第3最后1年是考过15个学校，完了那好的学校什么的都有，包括那个央美啊、北京服装学院呐、四川美院、湖北美院，这些各种美院都过了。完了之后，最后还是就是选的上海，因为当时就是感觉这个上海也没去过，就想来玩感受一下，然后就来了。然后我们是上一季多少周年，完了现在忘了，校庆短片，然后当时要展现一下各个系一个搞笑的一个展现各个系同学的风采，我脑海中第一个蹦出来就是雷雷，但是为啥给你堆袜子我也忘了，这应该是瞎想的吧？当时要求我就是要把自己穿过的袜子拿到那个教室里，把它堆成一个小山，可能是那种像无尾装置一样，对，装置，就是做装置的感觉。对，当时我还想了，这怎么这穿成啥样？所以你看，这就是新闻班的同学对于舞美就是这个舞台装置的最基础的幻想，就是要搞这些有噱头的，叫堆袜子。堆袜子啊！第一次拍这玩意儿，那会儿也才大2嘛，大2大3。对呀，刚大2。我觉得舞美咱们学校做舞台的都是艺术家呀，真的呀。你这写字的新闻的出来了以后，没任何理想的，对吧？干电影的、干影视的，没几个正儿八经写戏的、写话剧、写舞台剧、写戏剧的，对吧？因为如果我们毕业以后做这个行业，你没有办法发挥没有办法做本职，你一定是做制作人，或者是舞监，或者是其他的行业，你戏文的专业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你刚毕业20多岁的时候，你写的东西差很多。你这是剧作家，你不可能说除了曹禺天才写《雷雨》，对吧？你谁20多岁会写戏啊？不可能的。你没结过婚，没离过婚，没生过孩子，对吧？你没观察过社会，你咋写呢？记得干的这东西越来越少。但你比如说像灯光班的，人干毕业就有活干，然后舞台的也是，其实多多少少是能够衔接过来的。我不是画家，我只跟人交流。我当时也想过学灯光，但是灯光有一次我们考试爬梯子，爬了个云梯，那个云梯那梯子不是这样的，它是这样的，你爬上之后你在上面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晃的不行，给我吓的，我之后就没敢报那个灯光设计，但我让我弟报了。因为我已经学这个专业了嘛，他学灯光设计，我们就可以分开了嘛，然后一起干活合作。咱们这个戏剧就是一个合作的嘛，离不开人和人之间的羁绊。鱼雷模型店是卖材料的，他卖很多的模型材料，还有建筑材料，各种各样的物品和杂货。但我这个模型店最主要的功能，我觉得是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跟沃德勒就是在这个模型店里认识的，跟艾迪也是在这个模型店里认识的，跟 Paris 也是在这个模型店里认识的，跟大闹也是在这个模型店里认识的，UVE 跟 UVE 也是在这个材料店里认识的，还有好多，这都是我们亲密的小伙伴。我是属于是正常画风。大闹是属于是我疯了之后的画风，然后艾给画就是大闹疯了之后就是艾给画的，艾给画的是我们的所有的平面的东西。他没学过画画，他学的是金融，
他平时很忙，只有空闲的时候才能帮我画这个，因为他自己也很喜欢画这个。你就想象不到他怎么能画成这样。你看这个小人儿，他用这个小人儿又拿了一个大手，你看到了吗？看到了。你看，就是你就想象不到，哦，我靠，这人画真有意思，就是你越仔细看，你就是越能找到好玩的东西。你看这两个摔跤手，摔跤马，这里就你看这个马头和这个马眼睛表情。他这个喷的气儿就很有他自己的风格，你就是感觉，哎，这个就他能画出来这种感觉。但是他有一个什么毛病呢？他就有点懒。他画完这个草稿之后，他就不想上色。然后这个颜色就是我替他上，特别是我俩合作，这个颜色是我上的，然后草稿是他打的，这颜色是我用那个笔一笔一笔的跟那个素描似的。把这个所有的颜色给涂上去，都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这都是。格萨尔、江格尔，还有一个是蒙古秘史，这三个里边的话有莽古斯，都是在里面的。当时想的是，为什么这个莽古斯总是被打败的那一方？他能不能不被打败？然后当时这个蒙语老师就是说他这个莽古斯。在这个故事中一定是要被战胜的那一方，但是这个恶这个东西吧，带入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是感觉自己的身边，这个恶消除不掉的，这个恶会一直存在。你可能只是取得的是一个暂时性的胜利，你就把它杀掉了之后，过上了幸福的日子，但是之后可能还会出现这个恶，所以就是我们想的这个故事里边是这个恶是消除不掉的，但是你要学会跟它共处，你要学会它控制住它。我的理想是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剧场，大家可以随时随地来演出自己编排的各种的演出，就像一个大家共同的财产，还是要大家共同的维护，好像一个共创的空间，希望每个人都能在里面玩得开心，不用担心费用的问题。我们的理想观众就是所有人0到103岁，就是要全部来剧场来感受。104岁也可以，105岁就不太行，太老了。是傣族的，应该不是汉族，应该也不是傣族。那是什么东西呢？你觉得？你猜一猜。是一种表演。然后你觉得呢？知道里边都有什么项目吗？摔跤、射箭、骑马。我只知道摔跤。又是什么？没骗我吗？他已经回答了，可以 OK 了。Horkan sara